禁爱令这件事情应该是100%没用的。对，我们都年轻过。对你只是好像禁止了让他跟你分享。对，那我们也一起给弱势孩子一个郊外之家。很开心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有足够的空间里面，一个房间。有五个房间，对，然后全家大小都可以有自己的足够的使用空间、收纳空间，这样子，就是7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那孩子有上课，我们就帮他们多预备一些，不管是口罩啦、干洗手啦，一些消毒纸巾啊什么的。但是孩子就是要多提醒嘛。但我们一切都顺服政府的一些政策跟安排。对。知道学校有发那个通知单回来说要签写那个编辑的意愿。对，那我们也都会支持。对啊。就让孩子可以照时间来打疫苗，那赶快把这个群体的免疫建造起来，这样。其实他们刚开学，那因为前面通通都是在家里网课嘛，所以变成我们都会轮流起来，看他们有没有准时起床啊，有没有准时出门这样子，然后叮咛一些，帮他们预备一些什么消毒的啊、面罩啊这些的，就也是没办法省心啊。其实不只是感情啊，包含他现在跟同学同才之间，现在人际关系上面，我们都特别关心，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嘛。那男生女生本来就会互相欣赏，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同学之间需要更有智慧的沟通相处，因为毕竟一个新的环境，那孩子都还在摸索，那他们也都很愿意跟我们分享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参与一些意见，这样。其实目前都还蛮放心的。其实禁爱令这件事情应该是100%没用的。对，我们都年轻过。对你只是好像禁止了让他跟你分享。对。所以我们宁可就是很 open 的告诉他们，我们都可以接受，但希望你们有任何的事情都跟我们分享。对。所以妈妈也会给予一些经验跟意见的交流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好的状态，因为真的是禁不住的。对啊。对啊。孩子不可能24小时都待在身边，他们始终会长大。但就是希望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很好的陪伴者，然后他们也是愿意跟我们分享，我们才能参与。我在疫情3级前刚拍完了一部戏嘛，才从高雄回到台北，回到家里3天后就3级警戒了。那解封之后，我们就是开始跑电影的宣传。对。所以看似好像最近比较频繁的在上各大节目，但我们就是为了宣传我们的电影《影子背后》。而且最近应该也比较没有戏开拍啦。对。就其他的工作反而就是没有什么新的工作。现在目前是把手头上的工作先完成这样子。就公司那边在。对，但是其实我大概也是透过新闻去了解这些状况，那我一切都交由经纪公司去处理。那我也知道可能剧组目前有一些困难，那我也不会说很急迫，或是去说一些什么。我相信他们把事情处理好，自然而然就会继续的后续的动作了。对啊，那其余的不管是公司跟制作团队怎么去协调，我都交由经纪人来处理。